經常喺屋企煮年夜飯嘅街坊朋友，請收藏好以下呢10條煮飯秘訣，記得做好筆記啦。第一，煮豆腐前先用鹽水浸，唔容易碎，更加有味。第二，烚雞蛋水入邊加少少醋，蛋殼唔容易爆。第三，煮白貝之前加少少香油，幫助吐沙更徹底。第四，燜羊肉放幾粒山楂，辟酥味又解膩。第五，煮花生落少少小梳打，更加有味。第六，蒸魚多放薑，辟腥又提香。第七，菠菜先飛水，去除草酸更健康。第八，煮鹹鴨蛋加少少白酒，蛋黃更加容易出油。第九，煮飯嘅時候落幾滴油，米飯更加鬆軟又乾燥。第十，土豆絲先飛水再嚟炒，更加有味又快熟。學識咗嚟到返屋企試下啦。另外，今日仲有個秘密要話俾大家知嘅，過年豬手買返屋企唔好淨係紅燒又或者煲湯啦。今日咧教大家用電飯煲整鹽焗豬手，全程唔使加一滴水，做出嚟皮脆肉彈，鹹香有味，細路仔見到都會主動添飯食啊！做法非常簡單，新手小白跟住嚟做都可以一次成功。埋嚟睇睇我係點樣整嘅。首先呢道餸我哋最好揀豬前蹄，佢肉多骨少，口感更 Q 彈。咁喺飛水之前，10個街坊有9個都會漏咗關鍵一步，就係豬手要先洗乾淨再嚟飛水，咁樣先至會洗甩大部分嘅豬騷味。我哋先用鹽同埋白醋將豬手浸佢15分鐘，可以軟化肉質，同時辟走豬腥味同埋血水。呢步係去腥嘅關鍵，記得檢查下豬皮上邊嘅雜毛，清理乾淨先至食得放心。咁多位街坊朋友，我每日喺度分享美食視頻，希望可以得到你免費小紅心嘅支持鼓勵下，多謝晒咁多位。洗好嘅豬手，凍水落鑊，加入薑、蔥、些少米酒去下腥，水滾之後撇清浮泡，撈出嚟之後用溫水再次清洗，千祈唔好用凍水，否則肉質就會變得緊實，點煮都煮佢唔爛。跟住準備個碟仔，落些少豉油、蠔油，重點係加一包呢個五指毛肚鹽焗粉，佢係省城大師傅用五指毛肚研磨搭配好，天然椰香啱晒廣東人口味。商家正喺度搞緊大活動，9.9到手6大包，非常實惠。就快過年啦，用佢嚟整個鹽焗手撕雞、鹽焗蝦，一家大細都會爭住嚟食。再加一殼食用油，攪拌均勻，淋喺豬手上邊，用你發財嘅小手撈勻佢，醃製半個鐘入味。電飯煲底掃一層油，鋪薑片葱段墊底，放入醃好嘅豬手，剩低嘅醃料一齊倒埋入去，冚蓋按煮飯鍵，等佢50分鐘就可以聞到香味飄出。一打開蓋，成間房都係香味。豬手焗到金黃油亮，皮脆肉嫩，鹹香度啱啱好，仲帶有淡淡嘅五指毛肚清香味，真係令人食過都翻尋味啊！學識咗嚟到返屋企試下啦，關注我，分享咁多年夜飯菜式。